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希烈。格陵蘭島事件之外，日本提前大選，聯儲局獨立性嘅擔憂亦都係關注焦點。不過市場嘅反應印證到，政治風險喺目前為止仍然處於可控嘅範圍之內。投資者無需過度反應，反而應該要建立組合嘅避險配置，包括係黃金。金價就繼續破頂，我哋預計地緣政治變化會繼續支持表現，調高咗12個月嘅目標價至到5350美元。而幾個基本因素都令到我哋繼續睇好環球股票。首先，踏入特朗普在任第2年，即係選舉年，預計佢會提前推出刺激經濟措施，加大力度實現關鍵但仲未完成嘅目標，包括重振停滯嘅就業市場，並且進一步降低通脹同埋債息，增加經濟軟着陸嘅機會。第二，未來幾個星期可能會公布新任嘅聯儲局主席，令到聯儲局理事會更加偏向鴿派。減息環境預計繼續帶動市場氣氛。而最後關注返基本面，公布咗業績嘅美股當中，超過80%嘅盈利都高過預期，平均超出咗8%，而當中科技行業更加高出2%。綜合以上嘅因素，美股上年升咗1%6之後，預計繼續有條件再上。而成個亞洲除日本市場都值得留意㗎。AI 嘅應用需求出現前所未有嘅增長，加上晶片嘅供應有限，推高咗主要半導體製造商嘅股價。台灣同埋南韓股市近期不斷創新高，兩個市場目前嘅估值過高，我哋認為可以留意多啲中國同埋印度市場。除咗刺激措施嘅憧憬之外，估值亦都相對合理。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要點讚同埋分享。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